先来熟悉一下，等下上课要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得念冇？通知单、通知单、通知单，身份证、身份证、身份证，印章、印、印，确定、确定、确定，要记得，要记得，要记得。你好，我爱量挂号信。请问你要带通知单、身份证甲印冇？有。请等一下。这是你嘅挂号信，请确定一下。无唔错，就人还有乜嘅要判解冇？无咧，只量挂号信听。身份证甲印要记得摕到哦。好，就咱看过头下嘅样片，会向下来学习记记常用嘅对话。请问您有带通知单、身份证与印章吗？请问你有带通知单、身份证甲印吗？请问你有带通知单、身份证甲印吗？请问您有带？请问你有带？请问你有带？通知单、通知单、通知单，身份证、身份证、身份证，印章、印、印。请问您有带通知单、身份证与印章吗？请问你有带通知单、身份证甲印吗？请问你有带通知单、身份证甲印吗？这是您的挂号信，请您确定一下。这是你的挂号信，请你确定一下。这是你的挂号信，请你确定一下。这是您的挂号信，你的挂号信，你的挂号信，请您确定一下，确定一下，确定一下。这是您的挂号信，请您确定一下。这是你的挂号信，请你确定一下。这是你的挂号信，请你确定一下。还有什么要办的吗？还有乜嘢要判嘅冇？还有乜嘢要判嘅冇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乜嘢？还有乜嘢要办的吗？要判嘅冇？要判嘅冇？还有什么要办的吗？还有乜嘢要判嘅冇？还有乜嘢要判嘅冇？要记得拿到哦，要记得摕到哦，要记得摕到哦，要记得，要记得，要记得拿到哦，摕到哦，摕到哦，要记得拿到哦，要记得摕到哦，要记得摕到哦。好，你下所有嘅记性都搞撇咧，大家正气嘅事，要多听多讲哦，安尼才会进步，加油哦！